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前台南市长赖清德前往中央呢接任行政院长以后，大家上界关心的哦，就是讲，咱台南市呢未来将有什么人来带领？啊，台南市哦，未来是毋是有法度继续来延续着吼赖清德的施政，甚至呢做了更加欢迎呢？结果呢，这位有着咱赖院长呢亲身来指任哦，啊来委托的啊，咱的台南市代理市长呢，就任一个月来，结果哦，个人如大家所预料的，哇，伊的能力啊，个伊的评价呢，大家拢是非常的肯定。所以今仔日呢，咱市民心声特别节目呢，特别邀请到哦，咱这位代理市长，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大家好好来讲看卖，和咱今麦来欢迎咱台南市代理市长李孟燕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非常欢迎你。好，那么到底呢，咱赖院长哦，为什么也指派的李孟燕来担任他的接班人呢？咱先来看当时的新闻影片。外界上界关心赖清德伫接任行政院长以后，村里来当外市长任期将由谁来接任？对此，赖清德上午伫向189万市民报告会中，正式宣布由秘书长李孟燕接任，肯定伊伫水利的专长加协调能力。我要跟全体市民报告的是，后续的市政工作不会中断。经由审慎的考虑之后，下一个市长的代理市长，由台南市政府秘书长李孟燕来承担。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李孟燕是水利专家，有工程的背景，但很难得的。他善于协调，而且深入基层。他在担任秘书长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掌握了每一项市政工作。我们绝对会秉持市长所托付还有所规划的这个市政蓝图。那么我们市府团队，我想每一个主管同仁都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会全力以赴。那么把市政做好。那完成相关的重大建设，当然前面也有很多的困难还要克服。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前进。对此，伫前一暗拢无愿意证实是代理市长的秘书长李孟燕，上午嘛甲副市长吴宗营、民政局长陈宗安以及瑞典交通部长张正元做伙留下历史性的记录，部分表达不管未来动向如何，现阶段就是为台南服务。所以呢，我们李孟燕市长吼，你进前伫3当前啦吼，曾经以水利局长的身份到咱这我当中哦，来讲这个治水方面的吼。后来呢，升任秘书长啊，后来今嘛呢，哇，竟然成为咱台南市的代理市长诶。所以吼，拄则市长嘛有讲到，他是借重你这个水利方面的专长。那其实要当市长，不只要有一方面的专长，其实很多方面都要有那个专长。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迄个时阵大家吼想讲哇，市长要去接迄个行政院长啊，大家就想讲哇，到底什么人要来接这个台南市长呢？其实吼，这几人包括2位现任的副市长啦，吼，还有陈宗彦局长等等，很多人都被那个在名单当中。那你个人的话，什么时候被征询到？是，也是大概前2、3天啦。院长那时候有征询，那么其实之前征询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院长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有更优秀、更适合的人选。哇，你好谦虚哦。但院长他是希望我能够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想院长一再的恳谈，他希望不要去拒绝，不要那我们觉得我想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是全力以赴来把市政，希望把院长所托付的这个市政把它做好。
是，那时候赖清德他去当院长的时候，你有想过说会征询你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想过哇！对，是觉得非常的意外。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听到他征询你啊，可不可以来当那个他的接班人的时候，立马是有惊一点嘛？哦，是，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不过后来也经过跟院长的恳谈，也觉得确实是有需要全力以赴来把这个工作把它延续跟把它做好。对，所以你一路从这个台南市的水利局长做到秘书长啊，在你人生规划当中，你敢有想过讲你有一天会来做市长？对，其实一退伍以后，我就担任公职。对，退伍以后先从约雇人员，在省政府那时候开始，那后来就考普考、高考，还有专任技师的这个考试啊，是，所以大概20几年都是担任公务人员的，所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会以公务人员的这样的身份，大概就是这大概就是一生的工作，所以确实是不在人生的这个规划跟预料里面。对啊，可是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命中有这个命，那个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有这样。突然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来托付，我想就也是秉持初衷，秉持就是全力以赴，还有大家原来的这些处事的原则，我们把这个事情也把它做好，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赖院长他在看人吼，有自己一套的标准，他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才应该是各方面都符合他的这个标准，他标准其实很严格哦，所以你能够作为他的接班人，真的很不简单。但是相对的，你这也接班人啊，你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担子压力，还是说这是你的责任跟使命？我想两者都有，一个是是很大的这个压力，因为就就应该是说在江蕙后面唱歌的人一定压力很大。对，所以在赖清德市长之后执政的人压力也很大。就是两相一比较，其实对很容易有很明显的落差。但是我想个人的这个毁誉，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团队能够把市政做好，那么能够让市民觉得不会因为赖院长离开市府，那么整个市府团队有所松懈，或者还有原来我们所破坏的蓝图、市政蓝图都能够持续的来进行，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对，所以你已经是咱台南市的代理市长啊，所以市长你敢有什么话要透过咱这部跟咱的市民朋友讲一下？是我相信可能咱足多市民都还不认识我。我大概有时候早上起床去买早餐，跟大家排队没有人认出来，没有人认出来，所以因为你平常都很低调啊，所以心里面其实是很高兴，很高兴吗？会不会觉得很一则以喜，但是一则以忧啦。忧的是说，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想将来这个施政满意度啦等等各方面的调查，也许民调的调查，也许就会有跟原来赖院长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跟市民报告，就是我们市府团队没有因为赖院长离开而有所松懈，那么我们会更加的上紧发条，那也会在既有的这个施政蓝图里面，来努力前进，大步向前，那另外就是也因为这1年多的这个代理市长。那我也没有任何选举的打算，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做应该做的，对，比如说像那天我就跟警察局的同仁讲，就是说不要因为考量首长也许要选举，那么去美化治安的数据，我们要真实的呈现我们各项的治安的数据，对，包括犯罪率啦。等等的这些数据，还有破案率，那么不要因为了要提升破案率而去减少犯罪，就是所谓的吃案。那这个部分就是我想，我们可以更务实的去面对各项市政的这个需要，那么
来做务实的推动，不会有选举上的一些考量。对，没错。如果没有这个选举政治的包袱哦，你未来在西检方面哦，应该有更大发挥的空间啦吼。啊，市长你讲即马你去买早顿，无人捌你，阮这波报的了，而且你现在才刚上任1个月嘛，后续你就是其实你几乎每天都是生活在镁光灯之下，大概看顾的捌你啊，连刚你都唔敢家己排队去买早顿。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李孟燕市长，他其实你是中兴大学环境工程系毕业嘛，对不对？然后你还到这个荷兰国际水利跟环境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卫生工程组的硕士，哇，所以你是这个环境啊跟工程哦水利方面的这个专家，对不对？不敢哦，然后你还曾经就是刚你有讲到省住都局啊、台北县市政府哈，还有这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等等地方，都是担任这个水利工程方面的高阶主管。对，所以你的专长一向都是在工程、环境跟水利这方面，对不对？是。对，所以就其实你这方面的工作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都很有兴趣啦。都很有兴趣，所以因为工程在工程方面的背景啊，那我们觉得很多的工程的建设，它很具体，也很实质，那做完成之后，如果能够发挥效果。也可以解决民众的问题，那而且每个个案，比如说每个地方淹水，它的对策、它的解决方式都不一样，那有时候还要发挥一些巧思跟创意，对啊，那这些完成后，如果看到真的有效果，可以不淹水，那民众也感觉可以脱离这样淹水的这个痛苦，其实是那个成就感是很具体而且很立即。对啊，就会感觉真的是有帮民众做到解决，而且这个不是说每样工程都是同样的，要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状况，然后去活化、去运用，对不对？每一种方式都不一样。那另外，我之前也有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做污水下水道。我也在台北市政府担任过卫工处处长，是。那也在台北县政府担任过水利局局长。对。那这些工作把水变干净、变清，把一条脏的河川排水，那因为污水下水道污水截流，让它变干净，变成有鱼，有鱼虾悠游，那个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对啊，这很简单。唯一的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当年解决汐止淹水，那时候汐止基隆河非常淹得很厉害，大概最高淹到3楼。他曾经在纳莉台风、象神台风，淹到3楼。对啊。所以很多住在2楼的民众，他是爬到屋顶，去等待消防局的那个快艇来救援。爬到2楼屋顶，才能够等到救援。这个是非常的很严重的水，这个水患其实比台南的深度啦、严重程度还要严重。后来解决我们包括推动圆山子分洪，包括推动在汐止这边的基隆河的整治，那么看到它有实际上发挥效果。那比较可惜就是它的房价从20万跌到6万块，后来不淹水以后又涨到将近40万。哇！但是当时只忙着整治淹水，都没有人去投资房子。这是开玩笑。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很不简单的。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个赖清德市长啊，会礼聘你来台南市当这个水利局长，也是因为你就是在那个纳莉风灾的时候，然后治水有功嘛。对不对？不敢。所以就是说，把治水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聘请你来我们台南市做个水利局长。后来本来我们台南市很多地方淹水了，金马都没得淹水啊，对不？是有我们不敢讲说任何一个地方完全不淹水，因为气候变迁它的雨量往往超乎预测，但是有显著的改善。我们觉得是蛮多地方这几年在我们台南有很多地方有显著的明显的改善，淹水面积也大幅的减少。对，没错。可是现在的那个气候真的是很怪异，就是说它下雨的时间非常集中，然后又下的很多，那这个有时候那个地方本来不淹水的，就也很难说不淹水啦，对不对？对，像中央气象局有统计台湾过去这近大概50-60年来，时雨量最大的台风，都发生在过去10年。也就表示说，过去10年气候变迁确实是存在，雨量越来比以往越来越大。对，这个也是我们我想也是大家
会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以后的水利工作都要把这个考虑到当做这个考虑范围里面了。对，因为应该是就是说，地球的温度变高以后，那任何的台风，它因为温度变高，它的水汽的含量就很大，所以台风过来，它的甘美最较多，它下来的雨也就特别大。对啊，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是我想未来不只是台湾，我想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同样的这个挑战。对。好，咱知影讲吼，听讲你大概风台的时阵啊，你拢无等去困，拢困在车顶，互相甲你叫起来，真正有安尼吗？大概刚来合并以后，刚来台南这几年，对，那确实是我们很多地方还有待整治，所以淹水的这个可能性都还很大，所以台风的时候就会包括水利局的同仁都特别的紧张，那么晚上特别我们往往西南气流它都是半夜下雨，是半夜，对，而我记得第一年有一次520。101年520在仁德下的大雨，那个也都是半夜大概3、4点，所以淹得好严重，所以半夜的警戒，那么做应变就非常的重要。那如果睡着了，就那个电话就吹波浪，所以我们那时候确实是尽量让自己可以被叫起来。哇，真的很不简单。万一真的睡着，可以马上应变跟处理。所以你用这种方式表示你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对不对？就是觉得希望如果大家一起努力，那么可以减少淹水的几率，我想那个是最重要。对啊，所以就是让人家感觉真的是做事非常的踏实，而且真的是就是处身设地的为我们的民众来着想了哈。好，那就是你当水利局长，后来被升任到秘书长，咱知影讲你水利局长可能专长就是在这个水利方面嘛哈，但是秘书长不是他是说市长几乎会处理的事情，秘书长都要会处理。所以你后来从水利局长，然后调升到这个秘书长以后，你这个心情怎么调试？然后工作方面，你做起来会不会觉得说，有很多问题，还是说，你就得心应手？我想也刚接任秘书长大概是1年半以前1年5个月以前。那么刚开始也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比如说财政、税务、教育，对，还有社会福利，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我比较陌生。你之前比较少接触这些。那另外像经济发展，比如说招商，观光这些领域也其实都是也是新的尝试。那因为秘书长是这些这些局处相关的文件、相关的公文都要到秘书长这边，对啊，甚至有的要做决定，或者各局处也会请秘书长安排秘书长来主持会议。所以刚开始是这方面是花了很多时间，对啊，去熟悉做很多功课，对不对？对，那另外也要开会去协调跟做决定。那比较陌生的领域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会要多花一些心思。对，跟来做。不过还好，同仁包括各个首长同仁，大家都很体谅，跟包容，所以也都会尽量的来提纲挈领，让我一下就那么比较快的时间可以进入状况，可以来了解掌握里面的一些精髓，那么再做决定。所以大致上大概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进入状况。对啊，所以1年半之后，这个接班人就变成是你了，因为其实秘书长他处理的事情就是市长会处理的，秘书长全部都会处理。那可能就是说，也许你一开始觉得说这些不是你非常专业的，但是我想你应该就是以你那种就是台风天睡在车上那种精神下去做事情的话，然后到这个我们赖市长，他可以把你指定为我们台南市代理市长他真的是就觉得说你可能在秘书长的任内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也对你是一种肯定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你又从水利局长到秘书长，秘书长又到台南市代理市长，哇，所以你也还是秉持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嘛，对不对？是，我们希望在未来这1年多的时间，能够大家包括我也要非常努力那也能够大家一起，整个市府团队都能够一起努力，那把这1年多把它这个我们所规划的一些
包括10大旗舰，包括一些重大建设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施政，都能够把它做好。对，那这样子要请教一下市长，像秘书长跟市长的差别，是不是多了很多的糟拖？对，我想市长他除了处理很多政务的事情以外，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宾。我们有非常像这1个月我大概这几天刚满月，对，代理市长刚满月，刚满月，这个月就接待过包括日本、荷兰、美国，还有东南亚的侨界，对，大概有10几团。对的这个我们都有去采访，都知道。是，所以另外市长也是变成是市府的一个公关大使，对，或者是最佳推销员，所以常常要很多活动要去代言，对不对？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包括颁奖啦，一些重要的活动也都希望市长能够亲自参加，因为包括民众的期待，所以我发现有蛮大的比例是在做市政的推销员，对，在做这个公关的亲善大使，对。可是这个部分就非常重要因为民众他都希望市长能够出面对不对？还有外宾来也都希望能够看到市长，对，没错，代表市府对他们的重视。对，没错。那如果又牵涉到台湾的外交的门面，我想我们更是应该要全力以赴。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可能市长跟秘书长的不同所以你的工作行程又更满了。但是我想还是要把很大的比例应该要放在市政，对，包括局处的一些协调跟督导。所以我们也特别是把像这次我们副秘书长出缺对，我们就请我们经发局局长来担任副秘书长。那秘书长是由原来的这个副秘，他也是都发局的局长。那我们希望，那还有另外一位副秘，我们是环保局局长来接任。那我们希望组成一个能够来协助台南包括能够推动各项投资，各项的这个建设投资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特别借重经发局这边的一个经验，我们希望我们未来每个月有一个督导汇报，针对在台南各项的重大投资，包括民间的投资，像台积电，他就宣布3奈米厂，要设在台南，那其实还有30几间的饭店，目前都已经登记。来台南登记要设立，那怎么样协助他们真的可以取得土地，协助他们取得建造，顺利的把它盖起来。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施政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政府的经费有限，但是民间的投资是无穷。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形成一个平台，来协助民间的投资解决问题，解决各项的障碍，那我们希望未来团队能够在这方面多加的这个着力。对，所以刚您讲到这个台积电，然后在我们台南这边设厂，那之前那个行政院长赖清德马公回雄的感谢，因为这个带进来的这个经济效益跟周边效益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台积电它前一阵宣布3奈米厂，那个大概未来到施工可能还要2年的时间，但是它现在已经开工了，就是有一个5奈米厂，目前已经开工在进行。对，那如果这些都完成，包括它现有的厂。大概台积电会有70%的产能是在台南。哇！那也就是说，台南会变成是世界上的半导体的一个重镇。在世界上半导体会占有很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就会很名副其实的，不只是文化古都，不只是美食之都，我们也是科技新城。对啊。那另外再加上现在行政院这个5+2产业，把台南沙仑的这个特区对，选为绿能科学城，对，所以我们很多绿能的各项的研究跟投资都会在这个沙仑这个地方。那另外经济部也已经在招标，他委托台南市政府招标，要在我们高铁沙仑特定区盖一个小巨蛋。那个小巨蛋就是多功能，它也可以表演，可以开演唱会，那也可以这个厂商的一个商展的一个地方，大概有600个
商场的摊位，所以我想这些整个台南的发展，好，变成一个科技之都，包括半导体，包括绿能产业。包括各项的这个产业，我想是指日可待。哇，那这么多的产业就进驻到我们台南市这边，所以它其实周边会带动，就像它就需要人才，对不对？所以它就可以引进很多的人，是人才，然后另外引进周边的产业，好，那也相对的会带动我们包括房屋的需求各方面，我想这个都是有很好的效应。那另外也值得一提就是。台南这几年的观光，就合并升格以后，观光其实成长了不少。我们的每年住在台南的饭店的观光客，合并的时候大概是250万一年。250万。现在已经到了310几万，快320万，成长很多，成长了大概60-70万的人。那饭店的那个间数饭店的房间数这几年也成长了大概2000间，增加了2000间的这个房间。所以，那现在还有30个饭店，大中型的饭店在筹设，所以我想，台南的观光怎么样让它再更提升，是很值得期待。对啊，所以我们台南这个古迹小吃闻名，然后观光又做得好，对不对？如果再加上科技的这个产业，我想台南成为我们科技的重镇，也成为宜居的城市。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个潜力。对啊，而且我们台南的这个房价跟那个北部那些这个房价差很多，对不对？对，我本身的是最大的感受了。我住在这20几年都住在台北的中和。那我们全家只住得起小小的23坪。要住公寓一家4口。爸妈如果来台北，就没地方住，我就。2个女儿就要跟我们挤一间，那把房间让给爸妈，所以爸妈后来也不想来，因为他觉得来了会打扰我们。所以在台北住真的是蜗居了，而且要尽孝道都非常的困难，那在台南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可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在北部，房地产的广告就是你可以实现你3房。人生的梦想，就是表示要实现3房，其实是要买到3房的，在北部买到3房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梦想，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这个目标了，因为非常贵，大概3房大概都要1500万以上。哇，我们这里可以蛮豪宅的呢。是，那如果在台南同样的价钱，在台南几乎可以住透天或者别墅，或者更宽广的空间。那台南又有很多的绿地，很多的运动的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如果工作机会有，那其实来台南是更好的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昨天就在经济部他办了一个对侨生的一个招商招揽人才的会议，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选择要在台湾工作，最佳的选择应该是留在台南，因为有很多的产业的发展的机会，那这里又是房价是非常的亲切合理，那是宜居的城市，可以实现你人生的梦想，说实现你人生别墅的梦想，对不对？在台北就是3房的梦想，然后到台南呢，我们来起定工实现你别墅的梦想，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这个人才来到台南。对啊，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接任这个市长之后啊，你是会延续这个赖清德院长他在台南市执政时候的一些政策，还是说你自己还会再有哪一些的多出来的一些蓝图吗？是，我想延续市长的我们除了延续市长的政策赖院长的政策，包括很多的重大工程。重大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来推动，譬如说，像铁路地下化，现在已经开工了，是，那另外北区、东区，后面还会陆续的，我想明年还会陆续的开工，那这个部分我想也是要有耐心的，有持续的来推动，那另外赖院长当时一直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吃饭风对大这样的理念，就是照顾市民的一个就业，
一个生活的这个需求，是我们市政最重要的。对，所以包括一些新的园区的开发、产业园区的开发，那么产业的引进，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刚有跟大家报告，我们会组一个专案汇报，那我们由我们的副秘书长，来当做幕僚，当做统筹。那我会亲自每个月主持，只要是2亿以上的投资，在台南我们都会专案列管，来帮忙排除各项的困难。那这个投资就包括是产业、工厂、科技厂房，还有包括观光饭店或是商场的这个大型的投资，我们都会来入案，来列管，那么来追踪它的进度。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机制，解决投资障碍，可以让这个市民有更多就业的机会，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可以安居乐业，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施政的主轴。那另外文化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像市立美术馆明年要来开幕，还有市立总图现在已经发包，对，这个也会顺利来进行。那另外还有5大园区，5大文化园，那其中值得一提的，像山上水稻博物馆。预计明年也要开幕。那它现在去年已经先开幕一个部分，就是那个蓄水池。它的配水池长得很像古堡。很像古堡。而且是要爬过樱木花道100多阶的这个樱木花的阶梯。是。那么樱花的阶梯，那么才会看到那个古堡。已经变成它等于是一小部分先开放，就已经变成是台南一个新的观光景点。那将来整个园区开放，我想是更值得期待。所以很多重要的文化建设也会持续的来展开。是。那我们希望秉持把一个重大建设让它持续顺利的推动，还有我刚讲的，像台南的小巨蛋兼会展中心，还有绿能园区的各项的建设，我们希望这些都是无非要让台南更加的进步，那么市民有更多的就业，更多的选择。那让台南是真的成为一个宜居城市，但是建设之外，我们又有文化的气息，对，又有文化的气质，所以我想，这部分都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对，所以我相信咱的市民朋友听到这就知影讲为什么赖清德院长的接班人会是李孟燕市长。没有。对，真的这样听起来就是让大家很放心，就是说有一些建设它是持续在进行，但是呢，它又很贴心的会帮我们一些厂商着想，像你度假供点人来导租，那是遇到重重困难，我投资金额2亿以上，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啦。所以市政府这样子组成一个团队，帮我们这些厂商排除困难，真的是会让厂商觉得很贴心，他们也愿意来进驻，对不对？我想台积电选择在台南投资，除了产业聚落以外我想地方政府的服务的态度跟精神，也是很大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应该考量的其中的因素之一。对，因为过去我们一直都有跟相关的这些大公司有很多的互动，那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也都主动的来协助解决，因为他们可以带来税收。也可以带来市民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觉得也不怕说，是不是跟财团，这个太密切？我想不是，就是只要他对市民有贡献，有帮助，我们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勇敢的去来跟他们接触，那么来协助他们排除困难，让市民有更多的这个机会，都是以市民的利益为第一个考量。对，非常好好，那接下来要请教您的就是咱知影讲近前赖清德市长他其实那时候上任的时候跟府会有产生就是之前他就不进议会那个事件嘛，所以府会关系其实呢。就是说非常的重要，对一个市长来讲，你跟那个议员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啦，你又想说，你要保持中立，然后但是你跟议员之间又不能说很强势，但是咱怎样讲，其实那时候宣布你当代理市长的时候，作者议员其实都非常的祝贺你，因为他们说你处事就是很圆融，然后又好沟通，又很诚恳。所以就是其实你这一段时间也历经过议会的定期大会嘛，对，那你府会关系的话，你觉得呢？你现在目前跟府会之间，你觉得关系怎么样？我想第一个院长他当时不进议会主要是他对于当时李全教对议长他后来经过审判确定赖清德当选院长是对的，那么因为贿选才当上议长，他就觉得这个是对台南的议会、台南的政治
民主政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说耻辱了。对。所以他拒绝进入议会。那最后司法，其实当时我们都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对呀。甚至我觉得赖院长是赌上他这个政治的生涯。没错，真的。如果说最后的结果不是现在的这样的话，对啊，几乎是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对。但是最后司法给他公道。好，那我觉得而且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也促成了立法院去修法，也改变了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特别在议会这一部分将来议长、副议长的选举，议员都是要记名的，要对外去宣誓跟负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扭转过去咱有人安尼讲就是说那个婚姻落水溪以南的议长卸任的议长，特别是这个很多议长都在跑路。对，很多啊。所以台南就有几个。所以这个就代表过去议会的选举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对。那也透过这样的院长的坚持，也改变台湾的一个政治的生态。我想这个是要给他肯定，跟这个推崇那也感谢就是说我接任，那么我们我想各党派的议员的包容跟对我的支持跟鼓励。那我想我们我们也这个一开始也先到各党团去拜会跟请益。对。那我们希望大家在未来这1年多的时间那能够也不分党派不分颜色，那一切以市民的需要为依归，那大家一起合作。那因为过去那一段时间过去的那一段的这个因为贿选所造成的冲突也已经过去，那我们希望未来是能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的市民市政来努力。对。好，那现在也是议会还在开议期间嘛，那就是说今年我们市政府这个总预算的部分还有就是说，院长他之前宣布那个军公教人员调薪3%的政策，跟这个我们现在邻里调整专案之类的，那目前的话，市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是，我想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那这个会期我们所编的预算有一个特色就是。是平衡预算，也就是说这次的预算800多亿，是没有举债的。这个也是7年来第一次的平衡预算的这样，没有举债，没有举。那其实过去市府团队一直秉持的财政纪律，我们大概过去6年多来，一直到今年年底为止，大概会还掉这个150几亿的累计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赖院长那时候他严守财政纪律，不乱花钱，甚至坦白说，我们的举债上限还有600亿但是政治人物能够不为所动，不为这个举债上限的诱惑，因为大部分政治人物其实都会想说举债来建设，提升自己的那个这个快丢变现，提升自己的那个能见度跟民生但是我想这个要谢谢赖院长，他很坚持，真强呐，不爱再留子孙，不爱再留子孙不为那个600多亿的那个举债的那个额度所诱惑，而且还能够还100多亿。那今年我们这个预算也编的是一个平衡预算，没有举债的预算。但是我想挑战还是有很多要面对的，比如说像军公教的调薪，这个部分预算原来有质疑，议员有质疑说，那预算要不要退回重编？那后来我们评估起来，这个整个调薪大概是10亿左右的，10亿。那从过去的人事经费的结余，各方面是还可以还可以因应，因为人事费有时候比如说有人离职，那还要报高普考，有时候大概会有几个月的他这个等候这个新人的进来的，所以这样累积起来，那个就会有一些结余款，所以我们评估起来是还足够。那另外，我想这次最大的挑战就是里邻整并，里邻整并，因为台南有一个状况就是它的里的数目是6都里面照人口比起来是最多的，最多的最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里的平均的人口数是
在6都里面是最少的。那这样其实是，而且大里跟小里差足多，差足多，有的里只有200多人，好，那有的里是1万多人，哇，所以这个里邻的整并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未来这1年多不做。因为我们这次的里邻整并会少掉113个里。对啊，所以有很多里已经开始在抗议啦，这难免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想你被少掉的那些里长，其实里民是没有影响。对啦，是里长有影响。那个心肝会干扣。但是所以这个坦白说是个得罪人。德系人的慷慨。对啊，德系人的慷慨呢。但是他们讲德系的就是100多个里长。好，那。所以邀请市民大家能够来支持，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这一任不做，好这一任不去坚持，那下一任市长可能如果要选连任，他就可能就不敢更不敢推动。所以要拜托大家挺我啊。对啊，因为你没有选举的包袱啊，所以就做。所以我会不计毁誉的，希望能够来把这个事情推动好。是。那第一个可以让很多，第一个可以让很多这个在蓬勃发展中的里，它还有那个额度，还有那个里的那个编制，可以再成立一个里。是。好，那因为有一些太小的里，真的是要去整并。那第二个也减少浪费资源的浪费，比如说你200个嘛是爱相关的经费，相关的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整并真的是得罪人。好6都其实。其他的5都都没有勇气，先做，所以咱台南又是特别需要推，因为我们的里真的是偏高，里的数目偏高，对，咱里的那个数目跟人数也真的是很不均匀，记得我有的大的里1万多，有的里只有200多，这差太多，所以真正那不这未来这1年多把它做起来，那我想下一任市长可能就要再等8年。但乙酸料啊，但乙酸北里林，或者所以我想，确实是爱挺住，那也望请各位乡亲大家支持其实有很多被减掉的里长，他们也很支持，有很多里长他不为自己，他为了大局着想，他很支持，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大家各位里长能够体谅。我们觉得这个是为整个台南好的一个做法。对啊，真正为台南好所以但是你爱虎气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会骂你们，真的很需要有这个勇气耶，不简单。带着钢盔进去议会。对啊，那我相信其实很多市民他如果了解这个状况的话，其实是会支持啊，对不对？不要浪费资源嘛。因为确实是那个大小差很多，而且那里的数目是真的是太过多。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知道这样状况，其实有些小里的里长他们也是会配合，请他们能够勇盖相应。那我们也会希望的能够对这些整并以后的卸任的里长，我们一些对他们一些感谢。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来表达对他们的对大家服务跟支持这个政策的一个协议。对，所以就是市长就加油了，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做起来蛮艰难的。对，那但是市民也在看嘛，你改不走，真正要单倍的。都要单倍你。真的。而且还不见得做得成。对啊，可能后续就没了。像我看6都各都也都想做。几乎都是这个功败垂成。对。对。好，那就请你继续加油。好，那请教市长，就是说，那后续啊，市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人事异动，还是你就是延续之前那个赖市长他用的这些人？我们原则上都是希望所有的首长，都能够继续的留任，跟在未来这1年多继续为市政打拼。那我想，就是也不要说因为只有1年多就松懈。对。那一定还是要因为我们的任何施政应该要把自己当作我会长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我的施政出来是要接受长久的考验，对，的这个民众的检验，所以大家不要有过客的心态，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是台南人，咱做的物件，做的任何的政策跟任何的成果，
都要为向历史来负责。对，没错。是。来问较轻松的啊，你做代理市长，恁厝内人敢有甲你支持？还是因为有压力呀？是，我太太跟小朋友，她去年就后来他们小朋友就搬到我太太跟小朋友就搬到台北。台北，你小朋友现在多大？我一个高3，一个国3，一个高3国3，2个女儿，2个女儿。是，那我想他们都很体谅了，但是这个是我最大的亏欠，就是说，假日就现在变得比较少有机会，就更忙了哈，回去。以前6日还希望可以回去教小朋友功课，跟他恶补，这个挽救他这个会这样吗？挽救他的功课，但是现在就更少有机会。你不会请他们来台南？对不对？来台南这么好的地方，请他们来这里玩啊！高铁票很贵，很贵哦。这起定我跟你借钱。有时候要补习啊，对，所以就是对家人是比较亏欠。那我太太她也很支持，但是很体谅你啊，对啊。你看成功男人背后就是真的要有那个有一个人在后面挺你。对呀，所以这样子的话也还蛮不，因为当市长绝对会非常的忙，对不对？所以家人赶紧听得最重要。各项的活动都排在6日，所以回家的机会就少很多。所以哇，真正做这活动都是办在那个时阵，又都需要你出去代言什么。像之前我有看到你什么虱目鱼的啦，还有那个在百货公司跟温森豪一起的，对不对？很多活动就是产业活动，一定要市长出来，大概民众刚刚说这场活动重要。你一代言，这个虱目鱼就卖光了。希望。对啊，所以就是说还好，你有一个很体谅你的太太。对啊。小朋友也都很常常会打电话来打气，加油。对啊，好棒哦，这样很温馨的家庭，所以你才有那个力量去把你自己的工作把它做好嘛。全力以赴。对。好，那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说，对于这样子，其实赖清德院长算是一路提拔你，那你觉得对他最近他上任行政院长后的表现，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是，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啊。就赖院长上任后，那么整个内阁的这个民调，其实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长。那另外院长也在宣示，这个内阁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解释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做实事的内阁。那么要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跟民众说这个有困难，这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能为失败找理由、找借口。所以我想，也持续的推动了一些新的政策或者做措施。我想，民众都有相关的感受。那我们也期待院长能够秉持这样的一个其实它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精神，就是说不怕得罪人，对，不怕困难，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个性，一个坚持，所以我们希望他秉持这样的坚持，那能够把台湾带向一个新的境界，那么让台湾更加的。我们在国际上受到很多的打压，或者对岸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排挤等等。那我们希望来院长带领我们，能够让大家经济更好，那么也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来。对那其实赖院长他那时候要上去的时候，有说他其实是一直留在台南，所以他对我们台南还是很关心，对不对？非常关心，对啊，对啊。我想他看相关的新闻。看到跟台南有关的，应该都会眼睛一亮，对啊，心系故里而且他也会常回来啊，到底家嘛哈，只是说他一回来就大批的媒体都跟着他，是，所以就越来越更难靠近了。现在也是有大批媒体都跟着你啊，还好。好，那就是2018年就要进行这个新的市长的选举嘛，是。那你对这个选举的话有什么看法？然后对这个新的市长有没有什么建言吗？我想看到有这么多有意愿来角逐市长的候选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表示大家对这个故乡
对这个故乡有很多的使命感，跟投入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在一个良性君子之争的方式，能够来打一场优质的选战，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一切要以民众的需求为最优先的考量，那希望能够把台南这个新的市长也能够把在既有奠定的基础下，也能够有更新的一些创意，那么把台南带向一个更好的境界。好，我们觉得这块土我们很热爱这块土地，我想大家都是来台南会住越久越觉得越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人家说文化古都，但是事实上是在巷弄里面就可以充满惊喜，一个小小的老屋，可能里面就有很多的创意，很多的令人觉得可以一再的去体验的地方，所以越在台南住越久，会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是越有感情。对，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未来的市长能够第一个像原来已经破化的蓝图，如果做到一部分，能够持续的把它完成，那另外也能够带来新的一些施政，那让市民的各项的生活能够来提升。对，所以市政是需要延续跟创新的。对，除了延续旧有的，那也能够带来新的我想不同的人施政会有不同的角度，那么也会带来新的一些理念跟做法。好，我相信今天咱市民朋友你要来看咱这集节目你应该对咱的李孟燕市长有进一步的认识哦。所以最后呢，是不是市长你也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市民朋友来趁这个机会来讲一下？是，我想很感谢我们市民朋友过去6年多来对赖市长就是赖院长的支持，还有鼓励。那各项在民调上也都给赖院长最大的在施政上的一个肯定跟鼓励的。那我想也希望市民朋友来秉持着过去支持的一个方式，那继续的打烂勾雷。那我们跟市府团队一定在这未来1年多一定会全力以赴。那任何的施政都是以市民的需求为最高的依归。那么希望但是大家有觉得哪里做不好的，也欢迎大家来市长信箱或者是各项的管道打烂反映我想一定还是会有很多考虑欠周或者是没有照顾到全部的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的建议我们也都会来认真的看待。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公私协力把我们的市政，把我们台南这样的名声再把它这个打响。谢谢市长。哇，谢谢。所以其实就我们媒体的角度啦，就是看市长觉得说，其实你在各方面就是说，包括你的执政啊，你的为人处事，跟你府会的关系，哇，其实真的是虽然才1个多月，但是各方面其实都蛮肯定你的，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没有，也谢谢那我们包括各位议员、议会这边的议员大家的支持跟鼓励，那也谢谢各界的这个包容，谢谢大家。对，哇，我们市长真的很谦虚，说跟他碰碰椅干嘛讲，他真的为人很亲切，哇，难怪人缘那么好。好，希望你继续保持，继续加油。好所以改天咱的市民朋友你要注意有可能咱市长的你在旁边排队买早餐。有啦，相信之后呢，你越来越上镜头，大家都认识你。现在排队买早餐可以穿拖鞋，可以一头乱发，睡眼惺忪。被我们介绍过以后，这样不行。希望可以持续没有人知道，可以很自在。对啊，如果有人知道以后，市长你就要穿这样西装打领带，穿去买早餐。去买早餐。好，那我们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的代理市长李孟燕理事长呢，更多的支持鼓励。那他也有讲了，如果觉得市政府有什么做不好的，可以就是投信到我们的市长信箱，那相信他们一定会参考改进。好，咱今天好，非常感谢咱的代理市长李孟燕理事长，谢谢你，谢谢。然后我们再一次各位观众朋友然后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信箱直播底下各几段了，咱再会。